好，我係十年元吞真姐，今日帶大家睇海景，拍一套海景啦。176平嘅建築面之後，大陽台啦，最中意呢個陽台啦，係睇海啦嚇。樓下就係沙灘、礁石公園啦嚇。做到2房1衛啦嚇。而家急售啊，業主非常急售，57萬就可以攞呢套房。當時業主買到嚟160萬，而家57萬打落3折買嚇。176平就送呢度入戶啊，紅本在手，所見即所得。從呢度入戶，嗱呢邊係廚房，用電做房啦，廚房有窗戶啦嚇。呢邊係洗手間啊。呢套房係位於1期海迎天㗎，10幾年嘅地板有啲爛，換一下地板就好靚啊。一個盒房、床、櫃子也有嚇。只用房套間嚟樓低猛洗手間啊。而家真係最平啦，歷史以來最平嘅價啦，57萬可以攞落嚟嚇，即買即置啦嚇。呢個生活非常方便，海迎天嘅1期，旁邊就係行路10分鐘交通中心市場，直接入去有水，係仲係商業街道就喺呢附近嚇，即係面朝大海嘅房，呢採光非常好，視野開闊嚇。有興趣直接用我10年元吞真姐睇樓，拜拜。